我们知道堪布不但在寺院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而且您也在雍州本教联合会承担着很多的任务。尤其您自己还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专家，而且又做了很多弘法利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现在本教的这种高僧大德都像您一样，为本教的弘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作为弟子当然是非常的感恩。那么现在本教的这种发展，我们都认为这个本教的发展现在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那么比起很多年前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我相信这种改变和您心中以及很多师父心中本教真的重新的复兴，本教文化的重新的复兴，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想请堪布谈一谈您对本教未来弘扬方面，如何更好的发展这方面的愿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这个宗教这一块，但是他们呢，可能就是从文化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去开始去研究，比如说民俗这一块的、历史这一块的，是吧？还有这个社会学方面的，就是方方面面的都在去研究。但是呢，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就是文化，它的根可能就在于宗教。都跟宗教是离不开关系的，就包括本教文化也是一样的。现在在国内国外，很多人都在学，比如说从语言学，从这个民俗学，还有这个从考古从这个绘画艺术，对吧？他就不同的专业去研究不同领域的这个学术的这个方面的，但是呢，最后就归结起来还是跟本教文化是离不开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不管是这个学术层面的，还是就是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包括这个僧人的这个领域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是关注这个本教文化，甚至就是重视本教文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成绩啊。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背后很多人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恩他们。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以后的话，这个本教真正要弘扬起来，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真正的本教文化，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的一段路。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就本教自身的这个体制，自身的管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本教的这个寺庙的这个管理，第二个就是本教僧人的这个培养和他的管理的这个体制，第二个就是学术的这个领域、学术的方向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他的对这个本教文化的认同。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你要去介绍一门学科介绍一个文化的时候，哪怕介绍一部文献的时候，你要么就是从学术的角度，一个完整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然后就一个完整的东西介绍给别人。别人怎么理解是别人的事，但是反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要有负责任的。我觉得，所以就是以后的这个，不管在汉地还是在藏区，本教文化发展的话，第一个我觉得要靠的就是它自身的管理和体制，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传播这个本教文化的时候，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信仰的角度，或者说从修行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还是尽量的，就是珍贵的，规范一点的，对吧？从这个角度去传承交流，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弟子还是师父，我觉得对本教的未来，对本教文化的发展，我觉得都有责任，都有义务。每个人对这个文化，因为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实它就诞生在这个区域里面，它就是人类，属于整个人类文化，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区域的人，
作为这个时代的人，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义务是什么？你既然跟这个事情扯上了关系，你既然跟这个东西就接上了这样的一个善缘，那么就是你为这个东西你要负起责任，承担起这个责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都是，你不管是信佛也好，对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爱好者也好，或者说一个专家学者也好，我觉得对这个东西的责任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这个是我就是对这个事情以后的这个我的感想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现在就是比较高深的方面的，比如说大圆满呀，就是这里就是常年的什么密宗呀、大圆满呀、高深法门的特别特别多，但是基础的常识的部分传播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就是去年我也写了一本书叫《本教文化百问》。在之前我也写过一本叫《本教修行百问》，一个是修行中的常识，一个是文化中的一些以文打的方式去做了一些本教常识方面的基础方面的基础的一些知识这一块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以后就是哪怕你介绍一个人物，介绍一个寺庙，介绍一个深山，介绍一门这个修持方法，哪怕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咒语，你必须就是通俗易懂的，然后就是不离开它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啊，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尽量的通俗易懂化，让它尽快迅速的去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的，从这个方面去传播。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本教来说，对于本教来说，现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然后就是在汉语方面的话，它目前就是做汉语方面的工作的，就是在师傅当中非常非常少。就是像申宗霍夫那样，就去汉地的一些师傅，他们就不断的努力。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语言的这个功能特别好，但是写东西不行。有的人呢，就是写的特别特别好，但是语言功能不行。所以以后的话，就是更好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多多的培养既懂藏语的，又懂汉语的，可以的话再懂英语的。然后现在我旁边有很多这样的出家师傅当中，因为出家师傅的话，无论你到了40岁、50岁，他还是在这个当中努力好学习。这样的话，你给予对他们给予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去培养他们的话，他们在以后的这个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面，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可能做得更好一些。然后呢，就是第一个还是要就是符合这个时代，然后就是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尤其是在学术这一块，最起码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既懂这个他的文化、他的历史，在这个上面既懂藏语又懂汉语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培养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以后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多多的培养后继人员，这个是我以后对本教文化发展的一些看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谢谢师傅接受我们这次采访，感恩您。